国际消息来关心，美国国务院宣布讲，对后礼拜开始，要针对包含罗西亚在内75个国家暂停办理签证，恐惊是大大去冲击到移民也有旅游。另外，美国最高法院又宣布针对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案来表态，这是互法律界也有商业界是拢真烦恼。 关系川普关税授权的法律争议也无清楚。美国最高法院伫拜三发布上新一批裁决，也毋过名单当中煞无看到各界上界关注的关税争议案。专家分析，最高法院直直无对行政部门加扣关税法律宽限做出上尾的裁定，代表白宫目前针对各国加扣25%甚至更较悬关税的计划，伫宪法层面也是有挑战。 目前保守派甲自由派大法官看法也是无同，若准判决继续拖落，虽然对白宫维持现状是有利，也毋过法律界所烦恼行政权力会扩大甲上超过。法律的争议直接反映伫商业界，全美国各大码头大批来自中国、印度、欧盟的货柜，因为真悬的关税面对成本涨悬的压力，真济业者原本毋望最高法院会当判决关税违法，争取退税空间，也毋过伫裁决约别出来的状况之下，卖场内底民生物资计销 已经无介稳，专家警告，若准最高法院一直拢无裁决，无确定的关税成本恐惊会转去到消费者，尤其旧历过年会大补货，全球供应链恐惊会有大震动。也若美国外交是传出大变化，国务院拜三表示，川普政府1月2日开始无限期停办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，包括罗西亚、伊朗、阿富汗，甚至连巴西、奈及利亚甲泰国也拢有。国务院发言人指出，这项措施是为着重新评估审核程序，确保未来移民袂乌白用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，真做是公共负担。有律师指出，这项冻结令实际上等于是对要半数的国家，甲合法移民的大门关起来。公司新闻陈伟林、郑建公编译。